规律中一切有情必须速证佛果，为真实不面斗其次第好好的明白与不能正常。这那么多3年的工作，我去就是吧。好，想要听闻清净的正法，也因此需要调整一个清净的东西。但是大概是有张的嘛，学不到的人啊，那上去不过的多。好，那我们从上次的接着再开始。那接着开始的话，那我们已经到了第6个课判。中国之前，中国的特殊学的这东西，定义就马是大概说，是特殊学的课多里啊，你把这点点，我用的话，它的确没有这个那么讲的应该。好，第6个课判是即愿不产生行修不思修始放弃的恶缘，这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修持正法的时候，难免都会产生很多的障碍意外，所以呢，为了避免产生这样的意外障碍。但可能就是那个这个课对呢，它不能要过去不要，不能那么倒过去要过去做呢，你觉得不要说那么大的这里就那往后转的，这个是这个。好，所以呢，因此我们在修行佛法，以及不管是在何时任何时候，需要一个清净的动机，以及如果说有了这个清净的动机的话，那实修正法的时候不会产生障碍意外，也很容易产生顺利。但确实这个怎么办？因为就教课的这个人呢，这个教的这个案例不要这块。不只是我们亲近修持正法，以及做任何事情之前，需要一个清净的动机。当然，就是张网络的看要的是呢，是找到满意的，教网络就比较多。好，我们任何人有什么样的呢？我们不只是一个佛法而已，还有会承办很多其他的事情。来个人呢，这有主意呢，是吧？就是草网络我做这个经验的不能要去做。好，不管是一个在工作也好，不管在学习也好，在任何做事情之前，事先需要一个好的动机。当来个这个可对的，说这个可对的，是吧？不管是在工作时，或者不管在学习的时候念的话，让这个教看这几个主义，各种看这几个领域，要不得什么这个是的，注意切度，你不能那么到了这样点，教的主义呢，那不重要。好，所以因此，我们做任何事情，不管是你要做任何事情，不管是你学习什么样，为了这些事情想起自己所要做的事情，想起你自己要学习的事情，然后呢，首先要升起一个清净的动机，这样的话，做任何事情容易会顺利。两个这个可对的，你两个的前提，你两个的前提，你看这几套的，是也不是说旅游的钱，那当地不能看这个的钱呢，让这个怎么满意的，那些他们这个看到有人紧张，看出来紧张，我的这几个用说上来，跌到7个以上的不能过大。好，不管是做任何事情，以及你必须要有一个自己的做事情的一个目标，以及比如说目
有了这个目的，因此呢，这个可以说，你是在这样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动机呢？这样，那当然是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动机不只是为自己，而是想要利益所有人，为了利益所有人，这个为这个事情，这个可以说自己这个调整这样的动机。大多数这个可能原因呢，这老中的钱呢，这个要不就看到可多了，你现在看到这个先编辑给上来，我可能就不要。好，所以因此呢，这个学习的时候，当自己的学习的这个可以说成绩已经出现很好的时候，也是要想这个有了很好的成绩之后，不要利益他人，要帮助他人这样的一个动机。这个你身，养活自己的，可能这里呢，身体的呢，给我体植物啦，那上的叫我的老祖宗呀，植物上不太阳去，我的天不要的是。好，所以因此这个可以说，如果说有了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好的想法，以及这个可以说这个好的这样的一个动机调整的话，那这个可以说这样的这个事情做起来就容易会顺利尤其是一个自己这样学习以及做事情之后，就容易会产生好的成果、好的效果。按照咱这老人现在可都应该两个阶段，那你这个朗读啊做不到，把阶段我用的第，是吧？现金的那我觉得现金的店里关系从事上面几乎满意吧。当多人的工学当里，调不了的是。好，所以因此呢，这个可以说自己不管是一个学习的时候，或者说在学习的途中好像不是很顺利，学习的途中产生障碍，这样的时候呢，以为是别人在害自己这样，或者说因为他人而产生了障碍，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只想着这样，而是需要一个可以说是因为自己的动机的缘故所产生的。两个结论可都应该来是多少？两个当中这个利益呢是多少？好，所以呢，这个不只是一个学习，这个以及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加上这一个有张，咱们老农民就要搞不到，把这一种天把基础上的当中的不能这个啥，不能的那么大的这个往给，你只有的当中的要这个的，的主要两个不要，把这种的我是毛这个用不要。好，这个最主要是一个可以说，因为这个不顺利而产生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缘故，也是一个来自于自己的一个动机不够清晰，自己动机不够正确，也因着这样的情况下才产生障碍，也因着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不顺利，也是会有这样的这个关系。这个是不是属于呢？然后让你的家娃的老公对吧？把这个两个那，点滴的这个教授上面对吧？往后技术有哪里用个一那样，让你的他们这个不能那么大的钱，现在的不能甚至上后期的不能就按照民族上面要去打过来的，这个要。好，所以因此呢，我们任何人都会有一个不顺利的时候，也许是有很多这样的产生的障碍，也许是因为其他的缘故所产生的这样，会有这样的可以说某种的因素而产生这样的一个障碍或者不顺利，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呢，你自己必须要一个认真的观察，你必须要了解清楚自己事先的自己动机够不够清晰，自己的动机有没有为利益他人而着想。有没有调整这样的动机？要做这样的观察。这一个一张，像我的这个可多了，这当这的是让你切度，这个要的让基础上第二个团的，像我这个当中这个的，我是现在肯定就有嘛。好，虽然没有做这个，可以说这个做事情都是为自己做事情噻，
但是所做的事情只有这个一味的想到为自己而做事情的话，这个是没什么可了不起的。这一个印章，各种各样这个现代的各种的现在这个六万情况，对吧？很多情况当让你这个让我弄出去了，就比如个电样，但你现在的各种上每个六万天来的有不要大。所以因此自己的一个可以说动机利益他人的这种动机，这个呢是一个可以说力量很大，是公的利益也是很强的。这样能够这个利益他人的这样的动机，能会产生将来受用好的成果的，也会有这样一个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可以说会产生这样，因此呢这个所有能够受用好的成果，都是来自于亲近的动机的。这个利益他人的亲近的动机来自于这样的。一般我们就是亲近的东西，所谓的亲近的东西就是利益他人的心，这个叫做亲近的东西，而不是只要我一个人想法，这个是没有什么的一个力量，没有什么的功德啊，所以一定要这个出发点是非常重要啊。任何就是做事情也好，做学习也好，这个时候我们要目标上面呢，一定要清楚自己了解之后，我做到这个，到时候我这个要成功之后，我做什么？还是只有我一个人就是所用，我一个人就是用这个，这样能够就是有了这种心啊，没有利益他人的心的话，这个不叫我们的法所谓的就是法性，这个不叫我们就是亲近的动机。所以我们任何做事情前面我们要稍微可以还没有做事情还没有行动之前，自己要心里准备好，今天我所作所为是什么样的，我的行为跟我的想法，我的出发点是有没有错误，如果错误的一定要修正，要利他的一个心态要去行动。所以我们说后面我们做事情学习，有时候就不顺利这些的我们不能怪，就是他人不能怪其他人，还是有没有自己方面有没有弄就是要没有亲近的一个动机没有，这个要查到最后，有时候可能就是自己当初还没有这个就是出发点上面呢还没有亲近的一个就是这个动机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所谓的就是说，我们的大乘佛法里面所谓的就是发心发慈悲心、发菩提心，所谓就是发心，就是说我们的心态要广大，要利益的心要大，而不是心态非常的狭窄。只有我一个人好，不管任何众生，这个心态的话，永远会顺利。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今天我们就是这个这个课堂，这个刚好就是我们这个学习的动机怎么做，专门就是这个方面的。所以上这个课程的不能看这个课程的多就是因为这一个第6个课范当中讲说，在闻思修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动机，这是重点。这一个文章小娃子我们做里面确认呢马基本原理那工作的时候要不去南京那东西可多了，要不要那也是该全部只有。所以因此不管是一个做任何事情之前，事情还没办之前，或者说修行说法还没有修行之前，动机需要一个认真注意的来去调整，不然的话正行的时候就已经就不好了。这样，所以你因此呢，事先需要一个这个认真注意的去调整动机。像他的这个文章提马上是出的那些那样
那么到了几的，对吧？我们那个几档，大概的去买一买呀，马上就今天就吃完了东西，那你也是不知道，都吃没有，也是不知道，现在的老师都是要咋去这个的事。好，这个可以说，因此呢，这个我们对一个佛法上面讲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的亲近的，以及这样的上根是一个可以说无上的教。那对一个世俗的一个行为上面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非常的上流的好的行为这样。所以因此那个利他人的心是非常的一个珍贵的。当推上现在菜，立即点眼的就马死。当推上去个口头的呀，推什么个推把它上把它公把它什么口头的呀，让那个尊重我的做不起来的，用着起来那个做不钱不多的那个把这个的，他那个联络网对吧？老师说，他说把这没有钱多，我的慢慢出去的，就起来，我的过来也是要这想。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在文思修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无法精进容易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懒散、懒惰，也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障碍。因此，至少我们在一个发愿的时候，也是希望能够文思修能够顺利不懈怠，也是最起码从发愿上面也是许这样的愿。就在这里一个人呢，去年没结果可多了。所以永远的节目都是这个长路，那是地面网的目标。你超几年这个大过呀，当超几年你上啥过呀？等于从这个方面，全当这个目标。好，所以因此，为什么我们这个修行佛法的一个可以说精进或者说没办法持续下去呢？因为是我们的罪业障碍。这个罪业的关系所产生障碍障，因此呢，我们的一个可以说，为了能够可以说罪业清净，可以说累积资粮福报，因此呢，可以说为了修行这个可以说佛法要顺利，所以呢，这才需要一个许这样一个清净的动机。超净你不达到，超净的双杀不来是。一方面是需要清净罪业嘛，一方面也是需要累积资粮福报。是的，当第个时间的第个啥下的时候，就把它做的，旁边嘛的第个啥的要的那样，完了就第个时间的，第二方面经过上方，把它们去彻底的完了就就是根本的些的，你们到底是第个啥的吧？有没有的？好，所以呢，累积罪业，虽说是从50以来到现在一直累积罪业这样下来，所以呢，我们累积罪业不要只想过去时当中累积罪业，那我们认真的要去思维今生当中每分每秒或者说每一个小时当中一直不断的造作罪业。这里嘛，有场我下个时间肯定有好的。所以你这忏悔随时都需要忏悔。我下次的肯定就是什么，人类去原地叔叔呀，生活当中提了的要上去的，下不起来，这个给我吓死。好，所以呢，因此何谓是忏悔呢？自己所做的事情，把它想起来，想到自己所做错或者过错，想起之后，然后重新再调整。重新再纠正自己所做的事情上，再做可以说是忏悔。这个得有什么钱？所以呢，认清楚自己所造作的罪业。这个是下不钱的，第亲戚的那些啥的这个给我吓死。好，所以呢，因此呢，先认清楚自己造作的罪业之后，再来是忏悔罪业。从今天开始。不会再同样的犯这样的错误这样。你双上时你搞的是那完了就大概需要那大概也会接不起，前面的给你，我的都是钱，那双上的。
好，何谓是累积质量福报呢？就是一个可以说，我们刚刚前面也讲过了，就是上流的行为、好的行为，这样不只是需要具备好的行为，而且也需要利益他人的心，帮助他人的心，这样的话才能够可以说累积质量福德。那这里有么结果呢？他全那么大起，这个主要的呀，俺们主张的是吧？也从长，俺们这些那么大把这点年的对年的，确定的，那么就7年是让你吃了呀，我这里有个。好，所以呢，为了这样，所以呢需要一个修持清净的正法。因为自己一个人不懂得修持清净的正法，所以呢必须要这个依止一位这个善知识，依止一位善知识之后，在善知识面前领受佛法，领受清净的佛法之后，再来自己把这样的一个清净的正法去实修。当然，这个3节给送的确的，娘说往往那苏菲娘子们。让心里边的话，那些从这，你心眼睛的点你，你两个结果不要。因为我们要修学佛法，佛所说的法，我们要去修习去修持。但是因为自己不懂得如何去修持，所以呢，首先需要依靠一个懂得实修的佛法人者。那这个心眼睛的点你，你能说吧？好，所以呢，因此呢，需要依止这样懂佛法的善知识，然后再来去实修佛法。那这里应该有张，这些你忙到去，前面要去点。好，所以呢，因此的所依止的善知识，也必须要一个无误的依止，而且需要一个具格的善知识要依止。他上好像是，到头来就把这么大的事情呢，到头来那些就有好话点上去，但是有一起说的说，第一地方就北南一起说不了。好，所以呢，我们之前有开示过这个长体菩萨依止善知识法圣菩萨这样，因此呢，这个可以说可以说长体菩萨如理如法的依止一个法圣善知识这样，所以因此他是这个给我们做一个依止善知识的一个榜样来去这里学习的。他这些轻易的这个激荡，那我妈呀轻易的这个那么高的呢，要我觉得他厕所呢，我都去那边去，那连老尾，真的到我家了，连老尾也说了，是吧？好，所以呢，因此，如果说这个所依止的善知识一个具格的善知识，同样弟子也是一个可以说具格的弟子，这个具格的弟子，然后具格的善知识跟具格的弟子能够相遇在一起之后，再来实修佛法，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能够升起正量，也就是变成轻而易举的。跟到那是。他们上过几，在那不上过几个呢？不低的，他们多大看了要5几年，他们叫了上不低，家母的土地看了，也是差不多，也是那差不多的对不起噻，差不多的移民建设也是差不多的，是吧？好，所以呢，因此呢，假如果说有一个这个非常这个优秀的一个父母，以及优秀的父母也有了一个这个优秀的孩子这样，那这位孩子呢，因为呢非常的优秀，也因此呢，他这个一直这个非常的乖顺的听父母的这个，因此呢，这个孩子呢，从父母的好的行为这样的一个学习之后，最后就变成一个上流的行为，因此呢，最后也是变成人人都赞叹的，人人都这个羡慕的对象。这场不就是那在话不是为难他们，他这个是为了带上的，
아니 제일은 도중에 가고 차거야. 아니 제바야 가고 차거야. 마음만은 있는데 수주에 되는 중계도 저 야고 차이는 되거나 아니 미청하는 거는 매를 가서 이외계야. 어떤 정부지 어떻게 야를 쓰요. 所以这个因为这个可以说好的孩子他会学习父母好的一个行为，也因为一个学了父母的好的行为，所以呢一个相对他的一个可以说学习成绩也是很棒的、很优秀的这样。因此呢，这个可以说，因此将来他的那个成绩也会变成很好的成绩这样。那也因此这样的话，就会成为人人都羡慕的。当已经成了人人都羡慕的时候，也是这种的行为叫做上流的行为了。제가 되게 가르치는 것은 이해하는 저거 뒤에 쏘는 거 어다 제부 어다 무슨 야고 지기 요하니 어다 되게 지기는 쏘는 사야서야 어다 되게 이해하는 거 저거서 그것도 되게所以呢，这个上流的这些行为也是一个可以说是累积资粮福德的这个成果，也是以这个可以说因为自己有这个好的行为，才会有一个可以说好的成果可以去受用，可以受用。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个可以说好的行为跟好的这个可以说上流这样的一个这个一行的以及福报的成果。说那么这不是要的是福报的成果。대남자기 그 계신이 야고 지는 아닌데 뭐만 되게 아니 계신이 야고 되게 저거 됐다 그러는데 아니 나와서 못 지게 되네 야도 야 계신이 뭐다 체담에 되는 지게 된소나 아니 뭐만 돼야 체담에 되는 차이 마마마 도샤는 말로 아니 야를 그러는 야도 되게 막 所以因此同样的一个可以说这个殊胜的善知识，以这个比如说以指的殊胜的善知识，那弟子这个殊胜的弟子学习了殊胜善知识的一个行为，因此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一个学习的道路上越走越殊胜这样。如果说不好的弟子所依止的是善知识是不合格的这样的话，他这个所学到的一个行为就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这样，所以呢，只有这个往下走，这个只有越来越不好。这里因为在当马兰族商业的我嘛，你就是吧？这里在马兰族的商业的亚的可能亚的钱的，俺商业的那浪的人是浪用的，这个商业可能送的是呢，俺商业可能送的是呢，디버지야 미자시 대화 무슨 총알지 랑게 선대 용서도 리미사게 때문에 데미사게 때문에 예수 好，所以呢，我们是一个可以说跟随佛陀的，也是这个佛陀的弟子这样。因此呢，我们必须要这个可以说这个学习佛陀，我们呢必须要这个可以说这个以佛陀作为榜样来去学习实修佛法这样。因此，也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佛有这样的开示，不造作任何业障，这个承办圆满殊胜福德，然后调伏自己内心。而且自己对这里啊，对这里好的，对这里有你那个，그것도 라고를 나왔으면 그것도 디버지야 미자시 했어. 不造作任何罪业障。给我不是说我戒，这个修习圆满善根，让这圣的永属如是，自心圆满调伏，人家说你干嘛也说，是佛圣教上。这当然，这里有个人咱马人说的，商业给送下来，我定然是帮忙的。我们就是要这个实修佛所开示。经过这样比较写的是，
还是要什么？不造作任何的业，就是罪业。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什么？另外呢，就是什么的现在上万千大，3万2千大，这个上网络这个就要大，对吧？所谓的罪业就是一个可以说对他人恶心这个可以说爱心眼都是这个罪业。这把当年给我看的什么简单的上落地给我是。这个可以说这个对他人的爱心眼相处之后，这个可以说利益帮助他人的这个心，这是善根的。现在嘛，就早期不这样的，现在开始不这样去的，人堂这样，我得在这个教的，那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么大的这个要。这个对他人的珍惜他人，把他人这个当成这个重要，以及对他人这个认定是有价值的这样的行为，这就是一个殊胜的善根了。这一般也在给当地是的，不能那么大的简单的，不能就过来下掉在那地。这就是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一个亲近的动机，也是需要这个利益他人的动机讲。这个呢，马上就2年前是的，就2年前确定的大。这就是所谓我们平常所讲的一个实修佛法的实修的内容。这一般平常这个这样的一些事情，刚刚这当晚上做，现在在外去吧，说这个说的，就是刚刚这个就利益了吧，是吧？不造作任何罪业，这个可以说所谓不造作任何罪业当中呢，对伤害他人以及这个可以说断除他人的生命，当然也是一个罪业者。人的这个也对吧？应该要给继续接上个公两个钱，对吧？那不去写的。这个虽然是一个可以说伤害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也是罪业，但是这个重要的就是一个可以说，这个坏的动机、恶的动机来伤害他人，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罪业者。我们2个写的可能是呢，让人家先旁写的功能吧，让人家就是先贴水钱的花个钱了。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一个恶动机或者是个不好的动机是什么呢？自胜他败者，自己要战胜他人，必须这个可以说这个败者为了自己战胜伤害别人，这不能这样的。所以呢，这就是一个所谓的恶动机或者不好的动机。这也就是所谓的罪业者。如果说这个断除的话，也就是等于就是断除了罪业。但是你给我不是做个结束的话，这个行圆满的这个善根者，上节给送的话，所有这个开始行圆满这个善根。这张给我不是就是这些教的开的人呢，先便宜或者先那个该全部这样当，我的现在这个节税的计划，我的给我了慢慢的保持。所以你这个可以说，这个可以说，这个对他人的利益这个利益他人的心，以及把他人当成一个可以说重要，以及对这个他人不这个轻视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无上的善根人。这个身体利益呢，这个身体上不这个全部是通过什么让通的？如果说能发这样的心的话，这样所发出来的心的成果谁会获得呢？当然，获得成果的人就是自己。没错啊，这里有个印章，我让出去，让的做节俭的，学了些的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做法是什么呢？把自己自利放成重点，他利他放在一个可以说是顺带的。上面估计当然让出去，让别人就心里要了。如果说这个可以说细细的思察的话，连自己自利都不懂得去承办。让人就你心个人是呢，
让也不就用一切都今天的三年，让几个什么的主要的，这个上不就通了让。这个可以说，为什么说不懂得这个承办治理呢？虽然这个做的事情是为了利益自人，为了利益自己，而是轻视他人在。但是轻视他人的这个成果是自己是要承受的是不好的成果的。但是因为咱这个他都对的话，这个上个的严点的这个让。所以呢，因此不管是一个短暂的，不管是一个就近的，好的成果都是要靠他人所获得的。现在有不能上不去了呢，你贴了点你，让人就上不去了。好，所以呢，如果说有了一个利益他人的好的动机的话，也因为这样的好的动机的殊胜成果，将会自己会获得。但让人这个上不去的结果，现在这个上面这个就没得样。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这个申请说为了一个自己好的成果，才要这个利益他人，会不会这样申请呢？会想到为自己要利益他人，会想到。但在这里上面当然也要嘛的。所以呢，现在这样去想是没什么的。你看，讲究生活的这里呢，这个的这个刚刚先弄了蛮多，这个上午有刚刚让中国的上面这个要嘛的，讲究生活这个结合的，对的这个东西刚刚先弄了。好，这个如果说不善的话，不管是一个可以说任何的好的成果都会回向给他人的。那行菩萨行的时候，不管是一个因，不管是好的成果，不管是好的因根，不管是好的成果，都将回向给他人有情众生，而不会回向给自己。你看，他那么的讲究是的这嘛，那也我做的都可多了，我的每个我做的讲究可多的也是不可以的，我是的话，那这个我讲的讲究是的这嘛的呀。那么大把来说呢，我到这里边讲究的菜作用对吧？你看那要不差。好，所以呢，这个因此我们现今呢是一个可以说开始要学行菩萨行，开始在学行菩萨行的时候呢，什么样的想法都容易会产生这样。但是呢，一个行菩萨行已经到了一个一定的程度，或者已经这样的一个行为成熟的时候呢，唯有会想到利益他人这样。他的那一个人参，考上的上去主播题，他在大概的呢，那个话早点的呀，他可能早点的这个比较可能。好，我们再看一下第6个科判。科判里面的那个话早科判里面，他这里的呢，其实忙碌推导。那个动物是，那么最终那么就学的，大有那个给我带着，就期间根本不能找我小老师，期间根本不能找我小老师。好，第6个科判的这个原文是这样的，根本文是愿多闻解殊胜师亲近戒与观察，会令我相续变增长。层层傲慢皆远离。其中忙碌推导是那个推上公司，那个人们几个可多的呀，推上公司起来，两个几个吧。好，这边讲说愿多闻嘛，多闻这边是要那个可以说想到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呢，这个闻思修正，听闻这个可以说思维修行。以这样的方式来去实修佛法。这张那是退上，退两年前了，退2年前的退的，当个退了。好，所以呢，这个为了一个修持佛法，修持佛法的内容，事先需要听闻。退年，退了，退了点年的上把点我吧。好，一听闻之后才会产生思维的。上把退了点年的，我们是我们的。
依思维而才会产生这个修行修持者。但这一般人上，你去退上公司，但他们的退韩国退下来的上班来的工作去，你公用的工作来的呢，你就到个地方到个地方的，我觉得今年对吧？所以呢，因此呢，第一个可以说需要听闻，依听闻而产生思维，依思维而产生修持。所以呢，因此依这个修持而这个会产生正量。所以这个所谓的申请正量，就是经过这样而才得来的。就在这里面说，马对的人呢，你可能就去上面的工具借用嘛，是吧？如果说没有听闻的话，根本不可能会有思维的，也更加的不可能会有那个修持。但是马上所有的商业讲究什么是这个的，很大的早年的最好用的呢，我民众现在都看得见好过嘛，好过嘛的。好，所以你因此，比如说像佛陀以及菩萨。如果说这个不懂得它的这个意义这样的话，那只是一个名字听闻而已这样，那根本不知道它的一个意义何在这。当然了，就是商业神啊，叫佛陀神啊，叫不得神啊，这个印度啊。好，这个可以说佛陀就是或者说古代商业，就是所谓的这名称当中有2个字的。这个佛陀是2个字啊，看了对的。所以呢，何谓是佛陀者？这个也多啊，就是2个字的意义。这个俺就后面因为这个的可能同样可以啊，过了吧？所以呢，我们没有听过的话，那这2个佛陀这2个字的，就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的。搞的这个甚至最当不地的，不得了的商业的这个最当不地的，然后呢，跟着这个用是做把它，对吧？这个的这个用是做把它的这个所以呢，这个佛陀这2个字的这个含义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一切障碍、一切罪业都清净的。最当不地的第一个字的字义。这你不定可能定要的是呢，原来他们这个用处早吧，原来他们这用处早，原来他们这结果我就这个样。好，所以呢，第2个字的字义什么呢？这个一切功德圆满者，以及升起一切的功德这样意思。这个用处把它的那个原来用处中的点点点点这么点点啊，那个你记不住了啊，常见的很多啊。好，那个可以说这个一切罪业清净，以及一切功德圆满的世上，只有一人，就是佛陀。这当然你的是不要搞的是呢，这个马对的人呢，马对的人呢，这个心里嘛，什么当兵多啊，大家过得一块多啊。好，为什么要这样开示呢？因为没有听闻的话，就是根本不知道。要这个思维什么思维的，它的根基都不存在的。这个也来上确实的，他们退了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说法呢，第一开始就需要听闻退瓦斯，他当然是去的早一点的蒙古，其实蒙古退瓦斯的，其中的大家来说的，上一个中期的，就蒙古退了当时的，蒙古退了当。好，所以呢，这边有讲那个紫君人多闻嘛，所以呢，这个多听闻佛所开示的一切经验。大男性的，那你们说，也是一个结巴的人，结巴老师话可以的，是吧？结巴的去的结巴，上升的结巴，中间的结巴老师话，那你懂嘛？当时，是吧？结巴他们懂嘛？好，所以呢，因此呢，再来是一个这个醒布施这样，醒布施里面有那个法布施、财布施、无为布施这样。咱们大男性的那个出生妈妈到我送的，听这个的，看到就把出生是把出生写了老师话，跑进出的就用书出过去，我在这个上面去补一个。好，所以呢，因此呢，同样的一个可以说需要守持清净的戒律，也是要做那个可以说这个布施持戒，然后这个忍辱精进禁律这个再来是一个智慧障，
因此呢，这个可以说又多容易做这个圆满的去这个修整。我的这些那个长久式的教了那个用的，我的不清楚了说吧，可能完了之后，但是没这个我的话。所以您这个在学修这个菩萨行为的时候，当然是一个可以说六波罗蜜多呢，就是一个依次第性来去学习。但是那个马上是他的，你去多少去退，那上面的多少啥，我们按照我多些，我出，多些，那年轻人的，马上搞到去上班去的，那上就搞到去心理上班去，老得肯定，你人。他可能肯定心里面的上面现在提出去了，说的，那也没用。所以因此当然是这个多少就有听闻的时候，会有多少的思维，多少的有思维的时候，就有多少的一些的羞耻。那也因着这样的情况下，自己认为说，我自己已经这里到达了一定的程度，这样的时候，已经慢心我们就会产生了的。那因此呢，对他人就会说他人什么都不懂，因此呢，就会这个藐视他人这样，或者是轻视他人这样，所以这个希望不要产生这样。那个最多是现不得了，往生的肯定这样来的。所以呢，这个自己稍稍懂得佛法，就不可以申请我慢，不可以申请共高我慢的。然后你写不得要不得，自己所懂的当然不错，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是那个高功所以呢，这个呢是不可以申请慢心，相反的需要申请欢喜心。你写不得点呢，好好都可以到现在的接受那个在我当、下不当、现在的好好的结果呀。好，所以呢，因此呢，可以说因为自己多少都懂佛法，也因为这样的关系，不可以轻视轻忽他人，尤其是更加的对他人升起这个仁慈心，然后对他人要升起这个菩提心，以及更加的需要升起利益他人之心。这个最写不得，就肯定点的，往生结束呢，那让你的说他们的那个抢那个这个说他们当中。好，所以因此自己所懂得佛法这个部分要申请供高我们的话，那等于是把自己的福报这个用扫帚去扫除一样，这个可以说因此呢，这个可以说就会把自己修行会退失着。就你那个呢，看的人呢，所说的这个都这个肯定的来到的。所以呢，我们是自己稍稍有生命人稍稍有一些一样的时候呢，很容易会升起傲慢。这个这两年前的话呢，这两年心里的呀，身边的有的小娃的确实都不要。所以因此呢，修行佛法懂得越多的时候，越要对众生要升起仁慈。把这个是呢，讲究什么叫做这两年前呢，讲究是那个讲究的身体用的话呢，那个话身体的让你要抓起来的，开起来这个。好，所以您这个菩萨们修行佛法的时候呢，这个可以说因为升起菩提心，因此呢，对他人有情众生，比自己对他人众生比自己更加的这个修起仁慈跟慈悲者。这个咱们这个老的。对吧？老个有老个就话，但是我之前更的朝外去，我是这么的话，我得老的。好，所以呢，这个在这边这个可以说第二个，令我相续便增长，层层傲慢皆远离。这张好像说肯定是你的，外界是比较当，外界是你这个让人看到你成这个的。好，所以呢，这所谓的傲慢是一个可以说对自己与他人会这个产生很大的伤害。外界有一点呢，原来人为原来给搞不了。好，有傲慢的人很难以升起这个可以说优点的或者说好的功德者。别得下药的，外界有工作人员能够处理这事，外界是有可能叫的什么多的话。
都做过的不起，没下。好，这个可以说这个有这样的举例的，这个可以说傲慢的一个源头上难以注入功德水账，就那个把傲慢比喻成一头的石头上。这里呢，多做出讲的出土是讲出口这路里呢，都讲灵了哇。啊，这个凸出来的石头上面再怎么样注入水的话，水都没办法停留着。哦，这咱这里咱们也提到呢，也那个去查马来西。所以呢，在功高我慢之上，无法注入功德水账。对的，我这里有个印章，对的，什么的，我在跟个，其实就我跟个找个说的嘛，对的。好，所以呢，这个愿意一切的傲慢的。对的，然后呢，你总是要老多的，现在总是个好个重要个体贴，你买这个看我的建议，但基础做了主要的嘛，对不对？好，自己的功德这个稍稍比别人好一点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升起这个功高我慢的。第一有你考虑的是啥呢？现在这个某个起来的，现在这个贴水起来的，现在通用起来这个用不了。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会产生什么呢？对他人不礼貌藐视他人、小看他人，这些都会统统会跑出来。我在这个电子上面话的。所以这样的这个诸如此类是永远都不可做。这种关键是你的用的方式跟刚才用的。所以呢，傲慢把所有的烦恼都会引出来。他们的呢，让他应该的呢，最后生活节了，那个最后你这个节嘛，常常我的这个就有找不到地方过来，也是。所以你这傲慢呢，最后呢，这个不让你自己升起任何好的成果，或者说这个可以说这个一切的恶果都是傲慢所带来的这样，因此呢，这个可以说希望能够永远不要升起这个傲慢的。这里这里呢，现在生活要界定嘛的。如果说有了傲慢之后，可以说殊胜功德无法升起这样。这个你们刚刚提过了，看这是呢，这就我要说呢，你空中也提供就主要。有了傲慢之后，为什么说傲慢会这个引领一切烦恼呢？因为有了这个傲慢之后，这个愤怒之心容易会产生的。当然是的，这样这里这种。这个同样的一个贪欲这个贪欲也因为傲慢这个引来的这。这个用看了这里用的什么的吧，这个有。所以呢，这里一切的烦恼，包括这个无明，都是依傲慢也是会引来的这。这里你们华南的，没他来的早晚的出现的几多啊。所以呢，也因为这样，我们从无法轮回里面逃脱的这个，也是因为这样所造成的这。我在这里也来着，这事情有人呢，你也不就嘛，那个掉起来。如果说有强烈的傲慢的话，也不让会这个安稳的睡觉。这里一张，的确，他的没有钱，他的呢，他没有钱，我也是的钱，他怎么的呢？他上去怎么的？上去怎么？好，再来说我们接着是轮到的是第7个科班。他的重庆的这个说了他们这个特别这个那是，重庆的这个说了他们这个特别钱，有嘛说什么的？再来是什么呢？这个祈愿对听闻做知足，对一切经典做听闻者。马上说这里几点几个人这位的，那么对老师我看这一呢，你马上就是重新找里面这个计划吧。我们对一个世间的妙语对世间的妙语，都会有这个不知足的这样。看这人看这穷这个人的话，这个肯定有其他大。这个就会有产生这样，有多少就根本就无法满足这样。这重些没有问题的，重的是问题，这里马上就是那个刚才我们去提过因为不知足而会造成我们很多的一个困难。
처음에 시작될 때니他的切身的一些呢，让所有人逃不了，我特别没有这个话。因为不知足的关系，在往大的方面讲的话，也会造成这个甚至把自己的生命要舍弃掉。当然了，就처음에 시작될 가르를 처음에 시작하고 그래서는 출입량 렌치야 되는 처음에 시작하지. 와를 대만은 좀 정신이 항상 정신 조절해 주더라고요. 好，所以呢，我们不知足该要在什么地方才需要这个不知足呢？我们修行佛法上面就应该需要不知足，但是我们偏偏对佛法上面很容易会产生知足的。알아서 조절하면 계속 줄리로 지가를 시리는 다 가로 지시 사도 당지를 사도 근데 항상 조시 아니 야 내가 지야 돼 샤샤로 봐. 好，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在修习的话，哪怕是一个休息小时、几个小时或者几分钟的时候，自己认为就说这样已经够了，可以了，就很容易会满足，很容易会知足。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修行的话，就会凭着放在那边。这个就是这个的结果有点，我听了年长的意思，听经年长，一年才大概年上了差不多啊。所以呢，这个需要听闻佛法的时候这个呢我已经听过一次了，听过2次了，我不希望再听闻了。这个也是，这个教学就重要。所以呢，在佛法上面很容易会产生知足者。当然了，是在家里有的，买这个有的，或者有的这个教学挺好的。同样的，我们对一个烦恼方面，对于傲慢的方面，对于一个愤怒方面，永远不会产生知足。接着在家里有些同样的了，家长的西安两个情，刚才说的这个同样的从那样，很多情况有什么这个情况，朝西安的话。同样的一个可以说申请贪欲的对象看到的时候呢，即便是拥有了，还想再拥有，一直会无法满足的。但是这个东西嘛，他这个好像是超市，没写过就他看的就好的是呢，全民说那么的了，你超没写过就让说什么就不会的是。所以呢，我们不知足该要在什么地方需要这个不知足呢？我们这个实修佛法上面，希望能够产生不知足的。讲就是把4000多人的真的，4方面你们说了几个，人的钱呢，真的，39多人那个钱是什么样的呢？去推把它抄写来吧，前两说那把它抄那些个钱的，那个我的那上级微信，家常我们的话，上级常来把它去推，两说让去偏远了，他就抄写那个要嘛。好，这个可以说这个菩萨从第一地菩萨，或者是一直不断的到10地菩萨，这些都通通都对一个听闻佛法以及这个实修佛法上面根本不知足，这样他永远是不会知足的。同样的，他们的正理以及即便到达了一个无数的刹那以及一个佛刹的当中，能够在无数的佛面前听闻佛法的话，依然都不会满足着。现在马上就在沙土呀，或者下面，加入个生那个那么大的钱，给2个钱，让民流浪的这些结果都这就里面呢，2年的交税交去那就多啊。好，所以呢，我们就先不用说那个，可以说会能够这个到达正量，这个可以说出地的这样一个，可以说先不要说这样，但是我们这一个可以说这个哪怕是升起一丁点的一个这样的出离心的时候呢，就好像很容易会这个可以说这样的已经满足，或者这样容易就已经知足了这样。那个是阿来那个上级啊，那些老多呀。所以呢，这样的情况下，成佛有那么容易了吗？那一般人讲，这2年前是这样的，这个对比呢，大家来考虑一下，是吧？通过的。好，这个实修佛法乍看之下，好像似乎是相当困难的样子的。潮汕就讲的这个老牛老钱的，干巴经上面送了的吧。好，可以说积资进账这个可以说这个年复年
年复年，或者甚至说这个需要好几节当中需要几次进展，所以有这样的开始这样。人的那样确切当下我去线上呢，我来让当地我去见到那个，呀，上班了就土呀，这个呀。但是如果说懂得了修行佛法的这个比如说方法的话，那修行佛法就是容易，也是很便利的这样，那很容易会能够比如说这个已经地道的成果容易被实现成。他上来了之后，这个讲的是个道路，这档前的呢，各些长的时候超啥都要清楚了。但是给心那么到我这点呢，在这个就最以前那个话的，这两年前他写了个点呢，但是老开始经常的呢，各些长的时候超啥回，就是刚刚超绿的，但是超个绿的，包个土呀，这个松松啊。好，这个就是说，我们之前有这个讲过了，这个比如说长体菩萨，基本上需要一个，比如说三大阿僧祇劫当中需要累积资粮福报、积资进展，但是因为他懂得了如何去依止善知识，他懂得了如何去实修佛法，也因为这样的关系，需要这个原本需要三大阿僧祇劫当中累积资粮的福报。透过几年当中能够圆满的完成累积这样，也因此这样的情况下，他就已经这个获得了殊胜的这个正量的正量，这是之前有这样的一个开示过程。感情长的时候炒的就6年吧，老说起。所以呢，因此那个原本需要三大阿僧祇劫的累积的资粮的福报，最后浓缩而几年当中完成修持。这个对这个也讲去弄到我的去就当写个这个目标。所以因此呢，需要懂得这个修持佛法上。我那是去，那么说那个我肯定做过的事呢，那要我就晓得。好，所以因此我们说持修佛法从哪个地方在开头呢？当然是这个呢，需要认真的思考。大家讲的是呢，他让你身体具具起来，身体那个这个具具叫身体不的具具叫呢，那个身体上不去的话，就这样。我的去年那个我天天做过，原来我天天做过那个，我是第一天做的这种目标。好，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个前面所这个开设过的一样，必须要调整自己的心，要这个调整自己，改变自己的心态。因此呢，把这个不好的心要改变成一个这个好的心，要改变成一个善心者。所以因此呢，这也就是一个可以说修行佛法的开头，这也就是修行佛法的正行。这个我做事的让你身体定力，身体语境我做了的我现在第一点呢，要说让我但这个时候我要让你身体定的做目标。好，所以因此呢，开的时候也是一个这个改变、调整自己内心方面，也是要开始这样。实际这个实修正法的时候，也是一个可以说这个调整自己的心方面，也是一个需要这个正行的实修佛法这样。那同样的一个可以说这个成果也是实现在一个自己的内心上面的。前两天我说可度那个也能吃，是那个就身上无钱的，可度那个我对不起的身上无钱。好，可以说，如果说我们容易听得懂的，或者直接讲的话是什么呢？是要做善心长，要做好人、好心长。那身体呢，那上回老家，那电影身体上会用的，那女性的脚个点那个也不脚个点，让心肯定有。所以因为呢，这个可以说这个。那个内心改变成一个善心，因此这样的情况下，
自己的自然而然会这个自己的身体跟这个比如说自己的身跟心自然而会这个改变成一个善。我在这里一个一张，去年的前当的那个就是说，退上公司，退上公司下去。好，所以因此呢，当然那个各位也这个相信也明白了吧？那个实修说法的一个可以说方法，就是一个闻思修展。当我去退伍完，一开始需要听闻佛法。退完了，那你给心里变不多啊？所以你因此呢，这个先依止善知识长。再来去退。在善知识这样的一个一直面前，再来听闻佛法。好的，听的人退完在了上。好，听闻之后再来这个思维所听的内容。上去穷的这个工具有没有？如果说有思维的话，就有的修持者。光不是点点去了，结果让你的生活变好了，包括这个。好，所以因为有修持的这样的关系或者修持的成果，因此呢，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在这个自己内心上面才会升起正量。我在这里来讲，这讲说浪荡的浪时间里，也要的个人生了，让你的心能够得把距离心上度当然这个是有的。好，所以因此所谓的这个有无实修佛法，这个如何去分辨呢？把自己内心有没有把这个坏的心有没有把改善改为这个善心，这就是一个这个有没有实修的分辨法。但是要不因为切的这个马上说那个问题呀，当炒出来呀，当恰出国家钱的这的，人一个去年的要不因为这个炒上就讲起来的钱的。好，所以呢，这个为了这个把这样的一个可以说成为很好，所以呢，我们才要做功课，才要这个可以说做会过或者累积资料，以及这个比如说顶礼或者说绕寺院长，因此这些通通都是为了这个自己的实修更好，或者为了自己的一个比如说积资进账。可以巧的是上不说的。这个最重要、最重点就是一个，比如说把这个心改成善心的。身上不美呢，是吧？身上不美呢，你这个扛起吧，当去，你管你们都给我，你管也老板。好，所以呢，这个如果说没有这个可以说善心的话，所有的行为都将会成为一个罪业，而不会成为一个善根。身不能两个这个定理，那你经过去长的那样，你聊完了给我嘛的，你管了我的。好，所以呢，因此呢，如果说一个恶的动机或者不正确的动机来念诵一串的这个六字大明咒的话，所念诵的这部分呢，不会变成善根，反而会变成罪业。这个嘛，你经过去长的呢，聊完也不是那个话，这个。基本上我们累积一串的六字大明咒的话，会累积殊胜的这个善根的。可能是呢，六字大明咒的观世音菩萨的心咒的话。为什么呢？因为六字大明咒是一个观世音菩萨的心咒。观世音菩萨是他的名记的吧？因为观世音菩萨是一个慈悲的这个菩萨。这个给我送的比较要。所以呢，因此呢，当然会有这个比如说不可思议的善根啊。但现在讲把那个生的上午，不能上午200去，不能200多年嘛，你去唱电影呢？经过去唱电影呢？但是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善心，反而是一个可以说是恶的动机，以恶的动机来念一串的六字大明咒的话，不能200个经过去来说，就变成一个这个恶动机的一串咒语章。这个我们都了解过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唯有罪业，不会有善根。这种我的了解的，让你生的发亮。所以呢，所谓的罪业跟善根，全凭自己内心的。马上说，经过去当呢，不是找到这个经过当年呢，不了解离过的是个没体力呢。如果说我们布施一颗
苹果的话，那试问一颗布施是善根还是罪业？这两天你能够给到是的话，基本上会讲说啊，这是善根呐、你那样够给到人的，你会赢的，真有可能你甚至不能可能赢的啥的。但是呢，这个可以说啊，布施一颗这个苹果，这个是否成为善根，或者是否成为一个罪业，全比他布施人的内心的东西讲。就是呢，这教康这个工商部的这个早晚的，所以呢，我们不管是做任何事情，需要一个殊胜的动机殊胜的念头，这就是我们修行佛法的根本。呀，他第一个早的，那那么跳到了桥去了，后来送到同学了的，跳到去了没嘛，也是啊，他这个早的嘛老的，这样子老的，但是我两个一个人。我们在这个第7个科判或者就是4句，我们一起再念一下。这样念的话，刚刚所解释之后，我们再念一下，这样的话，很容易会理解它的内容。好，祈愿对经文做知足，对一切经典做听闻，愿以精进之智力，如实摄经不他依，无量经论智者浅。虚心听闻不满足。他马上说谈到，这样子那么大，上有个说的用跳上去了，马上说就严的，越心里来点你马到让归你的这通对吧？好，所以呢，我们现在这个可以说这个修佛法也好，或者说我所说的经典的这个听闻，必须要可以说依赖。依止一个善知识才能够做得到，不然呢不依赖不依止的话，自己自动这样是做不到的。加上特别团嘛，是的，两年不前的，特别团是要估计结尾期，特别团要估计先把前年，俺们用人品的他，认真的教育的是不是严的这个他，单的这个把。特殊对吧？的怕车你，确实的对两年的人看不到，我到两年的人一出了这个，我到用小什么，是但慢慢的人呢，对用这个就不会要认识，那人家因此呢，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听闻佛法的内容能够产生很好的一个这个实修长。那也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比如说去这个研究这个佛法的内容，也必须要了解它的内容这样。因此呢，当这里到了一定的程度这样的时候呢，就我们不需要依靠他人这样，必须要依靠他人，把那个修行佛法的疑虑的这样来解，自己可以解开这样。也因此呢，祈愿能够是修佛法的一个这个扎好更好的一个根基这样，那不只是要这个祈愿要这个扎好更好的根基以外，也必须要把这个根基要扎好的。他马上他可都去了这个，他谈到马上2月新年的店里去跳过来店里，跳过来叔叔杨水忙的，那就在那想不起来。下个今年，俺这慢慢的现在单位会让给新的结果吧。好，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必须要依止善知识来在听闻佛法，听闻之后要实修这个佛法这样。那因此这样实修佛法之后呢，可以说这个慢慢的能够了解知道佛法的内容的。但是将来有一天，然后呢，必须要依靠别人，自己自动的能够懂得佛法的内容，会产生这样。那马上让这部这个人，就有个人让这天天的带过，没现在天天的出的，是吧？是没现，这个吧。好，所以呢，就好比是我们学生来讲的话，学生小时候呢，需要靠老师这样。需要靠老师来去学习这样，
那如果说不懂的地方需要去这个问老师才能够学会，才能够懂，是不是这样？这张老师最了解的，所以的两点的一张，两点看什么的，所以讲说讲，所以说这前面用这个系统的这个我啊。好，所以呢，因此呢，因为在自己这个可以说上学的时候，就必须要依靠这个老师这样，那老师所说的，老师所教的，自己去学习，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才会知道它的内容这样。但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总有一天，这些的内容自己自然而然会知道的，有一天这样。呀，这里所以说现在老干呀，他的团队。人是讲是职务的一个，我的是老师教育现在我的教康这个就用的挺多的吧。好，所以呢，因此因为自己已经这样学习，已经懂得了它的内容，然后呢，已经毕业了，因此呢，因为自己学习的成果这个比如说自己可以这个受用长。因为自己学习的时候受用的这样的关系，好像自己要做什么事情，好像就那个随时都可以这个做事情，就已经成为这样。好，那么你自己个人这个用了吧？当然因此呢，不是说一辈子需要依靠老师这样。但这个一般一张各地区的那个就是我讲这个包括的销售呢。你这个呢，也给你就是吧？如果说当下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失去的话，那自己这个一辈子当中无法靠老师的这样。就是白天忙的，就去2年前这个呀，去2年前特别那个上的那个就是穿了么的，就上不到高吧呀，或者先说呢，学的是属于加上现用这个呢，那个特殊有什么？特殊有这个搞个结切，我的那些呢，电脑外面，我的先就有这个，我的那开发差不多呀，这边有没有？好，所以因此呢，我们这是一个可以说，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个听闻说法，然后呢，这个懂得了这个思维之后呢，然后做这个修持这样。因此这样可以说，在听闻的时候不浪费，然后思维的时候不浪费时间。修持的时候也不浪费时间这样，因此这个最后的时候呢，这些的统的内容都已经懂了这样，最后懂了这些的佛法的内容之后，对佛法的这个可以说疑问的这个解，自然自己可以能够解开这样。当已经这个佛法的疑问的解开之后，那时候就不需要依靠他人，而为自己成为一个自主者。但这个准备那个是这样，那这个东西都别的。那你讲讲上面天王的，你给的是你自己的那个，中的那个是吧？人的钱的去拍一个把那没钱的，那个时间他这个吧，那拍出来3月20呀，3月多我的那个包包呀、兔呀，这些地方我要认识。所以因此呢，这个可以说，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个生世能够因为好的习气，能够也因为好的习气这样的关系，能够一直的有殊胜的善知识这样。那因为这个一直的殊胜的善知识，然后呢，依次第性的一个去修持佛法，因为这个次第性的这个修行佛法这样的一个成果，能够利他的一切有情众生这样。因为站在这样的情况下，才会有像那个佛的果位这样能够证得，或者说能够获得拥有这佛的果位。这趟晚上是正地那个，那就说我说要这个呢，叫我请了地的房价上的地的是吧？叫我平均的来地的，就说我说钱高啥吧，你当然的就说起码地下，地来起码地下我现在不是从投入了。所以呢，因为今生当中这个可以说，有了一个这个一直这个如理的善知识，或者说这个以这样的一个听闻这个说法，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的造作的等流果，能够来世也可以这个比如说在听闻佛法、一直善知识佛法一个闻思修方面，就会越来越好在以这个以一世比一世好，一世比一世的殊胜长。这样也因为这样的情况下，再会有这个机会，这个可以说能够获得殊胜的成就的。这里面的特上部说要我写的一呢，今生如果说好好的去做闻思修的话，这个统计的这个到几万年的生活水平的前年改了点年的从三级搞是对的，是的。好，所以呢，因此呢，今生如果说好好的一个这个闻思修的话，那这个来世以及这个生生世世当中，能够一次性性的一个做闻思修，因此这样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个这个殊胜佛的果位，就会有成就。他这个呢，对这个他们给我们写的嘞，他们给我们写的，他这么跑都给我们写。所以以上的这些都是一个善乐是什么呢？善乐是这个最初的善乐章，再接下来是什么呢？是中间的善乐章。他这个呢，觉得特别很好事情，他找我的，就把我的，假如老朋友提到的，找我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比如说这个原文啊，这个原来的文章，中间善愿，我们念一下：愿所闻亦以四理昼夜如理气琢磨，于所思处思所成，妙观察智断疑惑。这当然里面他们是这样的，特送前面。他生活呢，团了，因为叔叔接不起来，确实有点退了，我们通过退了，团到底了，接不起来。好，这就是刚刚前面所开始的内容啊，所听闻佛法的内容去做研究的。这张退了的，让你给接不起来，但是说的他的新闻就报了嘛，说长毛的这个这个。等于他，这样做的话，也是一个那给人的，后来你是有的，刚才这样做的，包括哪怕录下来的样嘛，对吧？叔叔接不着。好，所以因此呢，所听闻的佛法必须要自己来去研究着，所以呢，不然的话，所听闻的佛法一切都是需要仰仗上知识。善知识把这个所有听闻的佛法或者所知道的佛法的内容，全都灌在自己的这个心胸当中，是这样是不可能有的。所以要已经听闻之后，这个内容方面自己要去研究佛法，要思维，自己能够思维之后知道内容的话。就非常的好。如果自己没有去思维，只是一个听而已，只是这个也听过，那个也听过，只是听，他没有思维的话，永远没有办法突破自己能够这个心知道佛法的内容。所以一定要去思维，要研究，不是一次来这三次所以说要时间的时候一定要去思维。今天听到这个佛法，你思维，有时候会这个是很容易知道，就是这个而已，不是不一定。会去重新的思维一下内容，涅槃的内容是不一样，还是有华义部分还是不一样。刚刚是很简单的，我觉得是很简单，然后越思维之后就不一样。所以说佛法就是这样就是要一定要去研究。上面佛陀有说，大家是说第一块戒你先试一下，你比较难挖，我这个机关呢，就大家对你挖。第一块戒你就拿来干啥的？当然第一块戒你就学习怎么样的挖。所以因此呢，这个就是一个，比如说佛所开设的这个，比如说。佛有佛著
诸佛非以水洗罪，这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叫点空洞，是吧？这个我们课诵里面前面有没有讲？应该是这个会供的前面会有，会供是前面有。你那个所上要会供那个法本嘛，看一下前面这个会佛陀亲自说的那个。课诵部里面没有，只有会供的法本。通常你会确认就写下的，或者法本不知道。哪个嘛？当然是。这个翻一下。翻一下，看到就不一样。前面，最前面。说的。在封面最封面第一页把它翻开就看到，最前面，还有在那个四句，在这里。你们要看到吗？看到了，一起念一下，这个几句念一下，念完就可以。通常你过去就是搞不懂啊。第一句是诸佛非以水洗罪。马上说的呢，第八档执法者的话，你是个公务者的话。好，我们就有那个可以说这个罪业障碍，或者说可以说不知的无明障。第他目标的话，这些是不是需要把它清净？第他的三业的去处理大一点的是那这个大要把它去。所以呢，为了清净这些，那是不是佛用水来把它洗清，是有这样的特性吗？当然是不行的。当然这个今天也多个钱的报名谁是知道啊？再来是非以自证于语者。通常你会这个这些，这也对我们差不多些个是，老的东西叫的，东西比三级的差的话，那个所以那个是个法律去。再来是非以所主众生苦，那众生的苦呢，是不是佛用手来把它除掉呢？是没有办法的。如果有的话，佛就早就可以把清掉，因为佛有慈悲的。地表嘛也是，人因为差不多是了，年纪多个钱了，报名是的，三节公里都有个原点的，这样子的话，这下要嘛的出来。再来是非移，是移动的移，这个时候自证于是什么意思呢？佛陀自己的正量，然后呢送给众生，是这样是没有办法的。但去年两个代表主要有就是三节的松下那个缺点。退把的概念让这个把它这个人家说盲点，真的只把跑的到我脚的过过来是，那种啊。再来是什么呢？这个释法性定，释法性地令解脱掌。那什么意思呢？那个可以说唯有的方法是说呢，佛开示的佛法，我们去听闻，听闻的部分去实修，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可以说记这个罪业清净，障碍清净，然后升起正量的。这但这里面这三界是什么呢？马上说狼，三界是个狼的登不过，就是吧？登不过。好，所以呢，佛陀是什么呢？我们这个修行的道的开示者，开示的人长。狼马的话是都有，对吧？可以说把开示我们无错误的道路上。马上说的讲不起这个。好，我们在这个修皈依的时候，皈佛、皈法、皈僧是大概这些，对不对？这个我们常念那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长。皈佛是个三界的嘛，那是讲不过。
上节是个浪漫诺顿天地，端把的到上节是。好，这个皈依佛呢是一个可以说这个开示皈依止这样。那我们这个修行佛法的道路无误正确的开示止这样。就是皈依法是就跟确定马上做的，教会摩马体，确定马上做的杨所浪的，马上做计划的全部不要张教会摩马的。好，所以呢，皈依法是我们是真正救度者这样，真正救我们就是这个佛法这样，因为我们实修佛法才能够远离所有的这个障碍的。到远离的教师节，我觉得皈依生是的远离的教师节，远离的马上做确准备的打坐，看你也在介绍，对吧的？你确杨所讲那样的，感觉让我们的远离的点，我的这些人，还有不了，这张确认大多数都是的。好，那这个皈依僧请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实修佛法的一个这个可以说伴有这样，伴有就是一个僧众这个是我们学习的榜样。那僧众如何去这个修持，我们就如何的行修这样。僧宝是法宝、僧宝、佛宝是。好，所以这个可以说佛宝、这个法宝、僧宝这样。这当这一章确了就是求是就是不单的。好，这个皈依法，那怎么去做皈依法呢？确了就是说对吧？那确杨所浪，那个叫什么？那皈依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实修佛法的。这一个一章，更加的感觉需要的点，商业都包括去，确的，马上就掉入去，领域的，那个话，我的领域工作，身边的人主要是做工作、领域工作、商业工作是。这个佛宝呢是一个可以说这个开示皈依止者。那法宝呢是什么呢？真正的救度止。那这个僧宝呢是什么呢？这个可以说我们修行佛法的伴有。好的，这一章你谈的学的，那你上节有松下来的，确的马上就退了的，马上就杨所浪的，对吧？我的那个上半节，这个光半节杨所浪没有了，以前呢，你马上就差不多。好，所以因此我们前面所开示的什么呢？佛所说的佛法，我们去听闻之后，再来去这个思维之后，这个修持这样。那透过实修佛法之后，才能够证得解脱果位这样。特别讲起呢，上面就是马当就是上面的光那些人呢，那你国外的解脱嘛对吧？好，如果说我们佛法只单单的听闻，只是听闻而已，但并没有去做思维，也更加的没有去修持的话，那我们如何去逃脱轮回？无法逃脱轮回的。他这个怎么的？我觉得啥的吧？如果说只是听闻的话，当然是听闻这样累积这个善根是有的这样。我在这里有个文章，特别谈了啥的，特别谈了这个戏。在那年代前头，最近老大年是啥的，那马上就跟对应呢，在那特别的谈他在上面当路人，就外国中年，是吧？我在上面当这个很大的叔想的教育。好，所以呢，这个愿所闻以事理昼夜如理细琢磨这样。所以呢，我们这个可以说听闻佛法的内容，用4种的这个比如说正理。来去这个要认真这个细节的去研究着。我到这里嘛，这2年前是多大？这样的做法就叫做实修佛法。到商业里去，杨树浪荡的人，杨树浪荡。这就是一个我们实修佛法的这个实修的方法。商业里嘛，那就是那个全球公共地铁系统。送下药的，这厂房的对些2年前的送药的，那马上是对这个2年涨的嘛，现在接下来呢，很大很多啊。好，所以呢，这个佛陀开示了84000个法藏这样，
都是为一个化机所实修的这个做这样一个开示站。虽然是佛所一个开示的实修的内容，但是如果说我们没有去实修，没有去这个比如说执行的话，那是这个无作用的。上一个送的朗朗的话，就等下个天的朗天的修炼，你确定说朗朗的上个要当的随随便便的，人外边的，还是为了那个的老的的，刚才同大家差不多都是前面，大概一起前面一呢，你随随那个那个他都不有，他们就推下来，他去上不去，把他投不了。所以呢，因此这个可以说，因为这个可以说，这个佛所开示了正确无误的一个修行的道障。那因为我们这个可以说，这个需要那个可以说实修佛法，来认真的一个可以说正确的一个道理来去研究，把完完全全的一个可以说实修佛法的内容能够实现在自己内心当中这如果说这样去做的话，自己的暂时短暂与就近的这个意义全都能够可以说完全的圆满，因此呢，这也就是一个可以说殊胜的一个方法上。那个马来书记，告诉我的，东南路、大南新地区、滇路，看这些穷人呢呀，给了这个东南前途呀，是吧？新回去这个那个起步图不用的，那个给了东南前途呀，上面培养帮助也给，我的报价全部要，全部请了给。好，所以呢，因此，如果说短暂当中，如果说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苦难，或者遇到什么样的一个不好的因素，如果说遇到任何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一个可以说必须要这个要去面对着，也不需要那样的一个可以说无奈之举着，因为这个可以说我们以为有了佛法的加持，才能够得以用宽心的去面对着。这一般人讲，我写的呢。这个那个都是现的，这个的加个钱的，这个现用流浪呢，生活里的培养不差呀，是吧的？不是多好的人来吧，生活养不差呀，留生活留差呀，很多就要的。好，所以呢，这总而言之，我们简单来讲的话，当已经自己已经多少都已经知道佛法的内容。以及这个多少都已经懂得这个去研究佛法的内容的时候呢，自己的心胸身心都很容易会宽松着，很宽广着，不会这个可以说把自己的心胸变成一个小爱着，因此呢，内心更加的会这个放松放宽着，因此这就是一个佛法的一个可以说它中的利益着。这是呢，三经的确送了的，圣经的很多的就是送下来吧。为什么呢？因为是佛所开示的佛法，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开示的。马上就把这个三罗大雁呢，这个很大的别的三罗大雁呢，是把三这个送到哪的这个两年前啊，就这个全部都这个2年前的，然后你看这个上嘛，这个钱的。我都不是去，但马上做2个人嘛，三经的圣经的切入，圣经的看到的切入，送给印章，天天马上做这个里面这个店的，属于存取钱的，上面的给呢，杨树龙给呢，点点给的，那个他都给同大家就这样的，他是也来好这个嘛的。所以因此呢，这个我们对一个佛法的这个，比如说内容以及佛法上面认真去思维着。但是因为我们佛法的这个，比如说实修方面，为什么这个总是会懈怠，没有好好的一个实修着，那很容易会这个松懈不只是很容易会松懈实修着，甚至说修行佛法的方向都很容易会搞错着。那这些的一切的过错来自于自己的没有做好着。那这个并不是说佛陀的过错，佛陀的所开示佛法
都是一味的对利益众生而开设的这样。所以呢，我们相同的就可以说被佛所开示利益众生的这样的法，升起一个可以说这个羡慕心，升起一个这个信心去实修的话，那这才是一个可以说最好最殊胜的一个方法这样。但对于呢，确实一个三界语，马上就身间呢，特别就放下来之前。好，这个我们总而言之这个可以说佛法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开设的这样。但马上就偏到这个偏过的时候呢，马上就这个话所有的确定了，你要说浪的钱呢，你偏到这个的是错的，用出来就不要。好，所以呢，因此这个佛法是为利益众生而开设的。那怎么样才对众生有利益帮助呢？佛所开设的佛法，我们去实际去执行，去实修这样。那以这实际的执行去实修的话，才能够可以说自己起到利益道这样。就你要说马上面那商业上的确定，马上就来看看的托为了的，可抓肯定那个不嘛吧。好，如果说我们不去实修的话，那我们无法这个可以说能够尝到利益众生的这个利益众生的味道，无法尝到，也无法这个得知利益的。那马上就变得不对。这考虑的，这饼干对吧？这个饼干呢，要放在桌上，人家问这个是好吃吗？没吃，怎么知道？好不好吃？这个是甜的，是苦的，那是酸的，我们去吃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营养非常好吃，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没去吃的话，我也不知道这个。所以佛法如此的，佛陀就是传下的佛法，就是为了我们众生能够更好的传下来。对佛法对我们有没有好处？我们去实修才能够感受到。我们永远不去学这个佛法，我们永远没办法感受。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学这个佛法，还有深入听闻佛法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深入，才能够会感受到佛法告诉我们怎么做。我们不但是这个我们下辈子生生世世的，我们就是这辈子对我们生活当中也好，我们怎么样能够去面对佛法告诉我们，佛法教我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依靠佛法来能够我们来生活中，就我们怎么做才有佛法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摄入佛法。这样的话，佛法内容有所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的心态非常的会这个轻松开朗，不会那么的痛苦。我们没有依靠佛法的话，总有一天我们什么发生都会。这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面对，很多人没有办法面对之下，有很多发生，不好的发生。所以我们学习佛法、思维佛法的时候，有所知道佛法的，佛陀告诉我们是怎么做，我们心态怎么能够可以调整心，我们怎么能够利益众生，告诉我们的，我们就去学的时候，有所知道内容之后，我们的心态不一样，我们的行为不一样，不会太大的一个痛苦，不会太大的一个受不了没有办法面对的事情，不会有这样。所以说佛法这个我们讲是这样讲，可是没有办法完全跟这个表达佛法的价值，我们自己去学，自己去思维，才能够可以感受到佛法。我的，但他们给我的，那这个有问题的，但
这个他妈的这当的马路的这，他说把他们给的那些的这个吧。好，以上是一个对中间的善愿，再来是一个接下来是一个最后的善愿。他们给那些的，他们给那些的，这最上就做到，现在团了，那个最新的这个那时间季节，今年前家的，这边点的这个那个年前，我的手机年过的啊，这边呢。好，那么最后的善愿分为两个科判啊。第一，从以文思修来修持，斩断疑团诸意，取愿主理修持。再来第二个科判是别祈愿学习行为所依和行为者。当我接特生就找到这个人了，我们出行就这个那么意思。当我找我弟弟地方的嘛。再来是一个从以文思修来修持，斩断疑团诸意，祈愿如理修持。再来是什么样的内容呢？就是特生就找到这个是，当然是那个些的，就当我退，天天上，退把它上的你。呀，我这就是呢，第有了，他是个真的找到这个，团体，嘛是公的吧，我的公的公司的。好，所以呢，这也就是有个刚刚我们前面有讲了，比如说听文，首先去听文的内容去了，再来就是思维的内容呢，去这个修持，您就经有修持，这样才把那个可以说能够斩断一些疑惑，这样斩断所有的疑惑，是个诸意这样。所以因此希望能够可以说把这个所有的疑团的这个这样的问题都能够斩断。当我说，当我去退完的，嘛是研究这个上蒙古这当的，是吧的？上古没有。好，所以因此呢，我们首先要听闻部分之后，再来就我们要好好的思维，要这个可以说多次的去思维，好好的去研究。上龙对吧？呢，当然退下来的，团大的肯定有的好朋友的吧。所以呢，这个思维经过思维之后，所听闻的内容就会懂了，就明白了。那第一个团大第一个找到了怕确认，要过去的轻松啊。所以呢，这个思维之后呢，就已经这个解除了所有的疑团战啊。但这个解除了这些疑团之后，再来去修持。我们团大的看了的是呢，让给这个找到确实的有的光明，我们这边什么广东的这个到过什么情况做一个切入，我在广讲。好，所以因此呢，这个再来去这个如理的去修持，要修持什么呢？这个可以说我们思维之后斩断疑团的诸意者，把疑团的这个斩断这个之后，这些的这个意义再来去如理的去修持它。修持之后呢，慢慢必须要这个可以说一次性的来去升起所有的正量的。但是肯定有功的需求啊，商业是啊，那个辅导是啊，成立过的，大陆的对他的退不起来。退上是呢，你的上当的金融率这那商业是的这些的话，就把他就上了的，搞的是我们原来他就给我是对人到上面，先不起来，得找到这个先不起来，先把它的那商业没有就下面忘掉的，是吧？好，所以因此呢，我们刚刚这个前面有开设过了，佛陀这两个这个字的一个意义是什么呢？经由我们这个比如说听闻之后，听闻的内容我们去思维了之后呢，才知道说何谓是佛陀这样。佛陀呢，就是一个可以说一切功德圆满，一切障碍所远离这样。当已经这个远离了这样的一个可以说，当已经懂了这样的内容之后，把内容呢把它当成一个自己所这个修持的所缘性的。大不说商业水平的大不说。所以呢，佛陀何谓是佛陀的这个意义知道了吗？商业是这个佛陀是的两个字已经知道已经
已经听到了佛陀，听到这个佛陀的2个字的内容是已经知道，已经知道，已经知道这个别人问你这佛陀是什么意思，你会不会回答？会啊，我知道已经回答了，之前不知道，现在已经知道了，知道这个是已经思维的这个就是方向就是这个嘛，知道之后，那可以我们修持观想，所谓的就是我们就是要通常所谓的这个打坐什么观想止观，可以所缘境就是佛陀，我们就是观想就是佛，观想佛就是我们越观的时候就越会懂佛的它的是意思然后就是这个观久的话，还没习惯，到时候就不用刻意去观想，这种可能就佛陀都已经清清楚楚，而且是非常的虔诚的这样一个信仰这是我们观想的内容这个闻思修就是先闻听闻，然后就是思维之后要观想闻思修正当然这里地理蒙古写的个这个那个做的就是好，我们这个今天开示了那么多的主要重点是什么呢？这里面的特上光什么写的是吧？就是这个闻思修。退是这个退吧？所谓的这个闻思修的是这个什么听闻呢？就是听闻正当对吧？写完了，去年的唐古卡的是。所以呢，为了听闻这个实修佛法的最开始是什么呢？不能用的是吧？这个动机嘛，念头。去年写了的，叫肯定经过咱们念了不能的这来，可是拉两个是。这个可以说不管是修行什么样的佛法，或者不管做任何事情的这个开头前重点是一个动机上。但这个做事的下一级基本过的，所以呢，这个必须要有一个牢记在心里面的东西的。这个第零的该继续的感觉都上来。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闻思修前面呢，清净的动机，这个是第一，就是我们修佛法好，我们任何做事情行动之前，一定要出发的这个动机，这个是最主要。没有动机打好，你后面就没办法顺利，没办法没有办法变成就是三根的这个好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任何的时候一定要动机好。这比如说佛法，我们做事情是一样的。我常讲，我们都是早上一起床开始今天的运作，任何就开始之前一定要行这个动机今天我们的所作所业，通通把利益众生，我一定要做得到这样的话，你做什么事情，全部是我们能够变成大乘法发心的这个功德，发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所谓的发心，就是说我们发菩提心，发菩提心的最因子就是动机，好的动机，好的心。你有好的心的时候，变成好人有好人的话，任何人看到是非常的这个没有这同时呢，
你超过了搞不起来，有的话身上会有呢啊。如果说有了善心之后，所看到的人都是好人者，或者说都会欢喜着，这个话的话，这也就是善根了。啊，这个印章，但给钱的看是上讲说，什么钱的不能上五钱的，给继续这个说啊。好，所以呢，最重要的内容也是要留在心里面。重点的内容是什么呢？一个这个殊胜的动机或者清净的动机上。但是不能上五有个点点的，他要上五什么确切的，他要上五什么三的我做。好，有了好的动机之后，在这个上面，如果说实修佛法的话，那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闻思修者。这个啥说呢？你确认，完了就确认别家人我到看的人呢，你最后能落的。好，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平常呢，如果说有佛法的一个经书的话，那平常多翻一翻，多阅读着。老几年呢，就是对他的幸福的。多阅读的话，佛法的这个可以说就会明白了。他那个学校啊，这个对他当时现实呢，生的第一有样的，被加了许多要。啊，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佛法的内容懂了的话，在内心上面带来的这个幸福上面会有很大的差别的。让他偏多，先来偏多呀。对自己也有帮助，也有他人帮助的。他这是呢，他那个学校啊，就确定上级的申请了，拼的起步双印章，拼了的马上出去，你要说那么一呢，让他抓什么去接动呀，或者等等用不来是。好，所以呢，在刚刚前面也讲过，这个佛法是这个佛陀专门是为了利益众生而开设的。所以呢，这对众生有利益的，自己去有实修的话，那绝对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跟很好的一个成果的。好，这是那个。真的，我